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2的暗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恁知。考勤杨慧茹利用网络力量迫使外交官所启成，台北地检署也用到欺辱公主罪解起诉。一个卫福部的官员伫咧网络买手机啊，竟然威胁卖物件的大学生，往期待个调职受到法律制裁。 入党了后的头一阵冷气传来啊，北台湾是愈暗愈冷，下暗到明仔透早可能敢若剩11度。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到台湾政治消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互媒体也讲，伊有伫台北南港买厝，这间厝阁是台肥公司的建案，是毋是有针对特定的人士提供互因贷款的优待？透早农委会也召开记者会，讲台肥公司伫咧处理的过程有重大，会将案件移送到台北地检署甲相关的主管机关进行调查。 这栋伫台北市南港大楼，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表示，捌伫100年买有售厝，以7200万买，后来了钱卖出去，建案由台肥推出，上大官告农委会要求调查，再去公布结果，表示103年用户为了拍房，将估计主体标准为8000万降价7000万，相关贷款为6成降为5成。 初三生的贷款差价，当时台肥当期以10甲20年分期型，70户当中有32户以这方式还钱。在做这个协商的时候，总共是有32户，哦，那到目前为止大概是13户，有个人也有公司，哦，大概有分为这2类。 农委会表示，无针对个案公布资讯，但是韩国瑜当时无马上形成贷款差价，使用分期型，显示并不是个案。不过农委会指出，这笔牵涉13亿的分期付清款项，台肥以合约书内容证明变更所产生的贷款差价，责任无伫买方。 却无进一步询问内政部，因为处理有疏失，并且这笔这么大笔的金额竟然无经过董事会决议。 一般上市公司来讲，大概超过5000万的时候，就会进到董事会来讲。这样子的一个转折，并没有透过董事会来决议这么高的金额，所以我们也认为说，它有违背了这个违反了相关的证券交易法对内部控制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农委会抑个质疑签办过程中，当个因那无共向遐伪造文书的嫌疑提出6大疑义。农委会会邀请台北地检署甲相关主管机关调查侦办。对此，台肥表示尊重农委会决定。韩国瑜竞选办公室严正呼吁台肥，赶紧成立专案调查，一定爱愈严格愈好。若是查到不犯，请马上移送。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是连续2日登到高雄造势，也因为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针对着韩国瑜牵涉偷采沙石的案件是落案，韩国瑜的竞选团队在今日透早也到北检提告。韩国瑜也讲 ，NCC 拢无立个案，故在播恶意的假新闻一再放送。下晡也甲伊的太太李嘉芬出席活动，不过针对着别人问伊讲偷采沙石的案件，说拢是激点点。 正伫高雄市妇女后援会成立活动现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受到热烈欢迎。这也是伊正式参选总统了后头一摆甲太太李嘉芬交代，寻求妇女界的支持之外，也阁有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加到盗采沙石案办。中到伊接受访问时，爱对方提出证据，也质疑 NCC 放进外屋韩国瑜的消息满天飞，拢无作为。NCC 主任委员跟这些委员，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放任这些部分的媒体永无休止的抹黑，不停止的抹黑，而且你不出任何声音，不做任何动作去制止。如果黄国昌委员真的如他所宣称的非常认真的做功课，那么他很明显的就是在说谎，用不实的讯息来打击候选人的名誉，并且影响他的选情。 韩办质疑黄国昌想要使人无当选，再去到北检按量提告。韩国瑜的副手张善政是伫台中出席中小企业座谈时，批评民进党一个之后卡死产业界的加班弹性，基本立法精神是一个大错误。比较恶质的企业，对员工比较不照顾的，我们政府再下去协助他督导他，基本精神上跟现在是完全相反。现在是不信任，我们将来是信任。
刘先生认为，民进党的一个绩效是伫无信任企业甲劳工的双方协商结果的前提下创设。未来若当选，将受法放宽劳资协商弹性，以利各行各业适用。另外，火力发电引起的空污证据，伊强调蔡英文总统任内所有的烧炭发电的电量是比马总统任内任何时阵较悬。也毋过，蔡政府咧算数字游戏，互大家看中火的发电量是以偏概全。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伫咧昨日也讲，互高雄出一个总统。赖清德也在今仔日讲，高雄真侪的高人，毋过这回总统一定是对屏东出来的。另外，总统蔡英文头早也接见新加坡的代表，感谢伊对新南向政策提供协助，也搁再强调讲，台湾推动新南向政策是真成功的。总统蔡英文伫咧初二早起接见新加坡驻台代表吴伟权。因为伊要回国述职，总统当面感谢伊长期针对南向政策所提供的协助。最值得让我一提，而且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农产品出口到新加坡这件事情。那这个我要谢谢我们黄代表，真的帮忙很多。蔡总统表示，这几年台湾、新加坡两边的关系愈来愈密切。新加坡来台湾旅游连锁排东协10国的第3名，就台湾到新加坡的旅游人次也比前年上涨7%。就副手赖清德是到苗栗的太阳宫参拜，帮助驻桃园市长要转战立委的徐定真求大选前，也讲到较好的布局。伊认为岛南生态公园浪费国家资源。你看15第一类的保育类动物，结果呢，卓兰的公园那根本没有必要，浪费政府的钱，本来就没什么钱的。苗栗县的财政大家都知道，本来就没什么钱的，你又浪费这个经费，盖了一个人工的公园，结果把15的栖息地都破坏了。那关心就好，赖清德也讲，虽然苗栗长期以来拢是拿赢执政，也毋过这场选举毋是拿力对抗，也毋是族群之争。而是自由民主之争，要对抗中国的打压。而针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画出，和高雄出一个总统，赖清德是回应讲，高雄人才真多，也毋过这边总统绝对是会出自屏东。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大学生把手机放伫网络顶头卖，却撞到一个讲家己是卫福部的官员，唔但甲刁难，佮威胁这个学生。卫福部调查了后，决定甲这个科长记代过佮调职，也甲这个大官户送去接受法律的制裁。国建署一位新州科长透过网络向一名8亿去考下学生买2手 iPhone 手机啊，却未告诉后认为手机啊镜头有录到分析，要求退回爱赔1500。佮讲服务单位利用官职威胁，被学生伫网络逼坑。国建署再去召开考级会议，决议记一大个处分调离主管职务。周姓科长在公务时间用到我们的公务电脑，在网络平台使用，还有呢，事发以后呢，有谎称在卫生福利部的心口司的科长，还有这些掩盖事实的欺门长官，这机关的声誉呢严重受损。国建署表示，这事件发生了后，第一时间向这名科长查证，不过当时伊讲是小河被投降，后来政方式单位甲伊讲了3点钟，才承认手机交易甲 PTT 内小河甲老位拢是家己所做的。另外调查也发现，这科长真侪摆伫网络平台看手机买卖内容。甲民众进行教育，也违反公务员服务法第13条，禁止经营商业规定。我们也会经过考纪委员会的审议以后呢，我们会移付公务员的惩戒委员会。如果有关刑事责任的部分呢，我们有侦封单位呢送司法单位。国建署表示，这场考级会，省几位科长要参加，以真组织。国建署未来会加强员工公务伦理甲法治训练，避免佫发生同款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昨伫咧台北港发生3人死亡、4人受伤的中油关东天然气沉箱工程，在今仔透早，警方也登到现场去勘查。也因为过身3个人拢是泰国的工人，而且是泛亚工程所请的。新北市路检处透早也约谈头家，认定因的头家无做防止跋落水的设施，也甲相关人士移送地检署来侦办。
8日早起，高峰登来台北港南堤码头的意外现场进行勘查。画面内底红色浮球的所在，就是工人落入海底的位。原本沉箱应该浮出来海面，啊，毋过发生意外，沉箱也是搁伫咧海底。目前现场已经全面停工。记者现在位于台北港的南堤码头，那这里的海风非常强劲，那海水的温度也非常的寒冷，工人这边的施工环境呢非常的严峻。那如果在施工当中不慎落海，10分钟之内没有捞上来的话，可能就会马上失温。因拢徛伫沉箱顶悬啊，看到水，因为就一个就连箱就沉袂。台北港当地进行中油关灯接收站的移造沉箱工程，每一个沉箱超市25立方公尺，未来拖去关灯区进行吞海作业，想要到伫咧台北港施工的过程，那就是无去注意到水面下海层变温的状况，沉箱向厝摊起沉落。徛伫顶悬的7个工人嘛对咧摔落海底，造成3个泰国籍工人死亡，4个工人也搁伫咧大院观察。中油表示，台北港飞3接的预定地是委托予承包商环亚工程红冲营造的沉箱工程，3个死者是环亚工程请的。发生这样一个事故的话呢，那么会由泛亚跟黄昌呢来做实际上积极性的处理。那我们公司呢？也会共同协助。经调查确认，雇主没有做好相关防止劳工落水的设置，导致劳工死亡，因为已经涉及刑事责任，我们将移送地检署来侦办。早起新北市路检处约谈业主，初步认定是无甲保护措施做好，涉及刑责会移送地检署来侦办。但是业主无提出改善计划，就袂当过来施工。环亚工程副总经理黄金泉表示，公司会尽全力来负责罹难工人的抚恤赔偿部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国广州地铁11号线沙河站伫咧做工程，而且在这一透早车路规个崩塌，出现一个38公尺深的坑，所害被过路的车拢滑落去，内面有3个人掉伫内面。不过当地政府说是毋是甲人先救出来，颠倒是灌按摩拖入去，有影看无伫咧变心的梦。高架桥卡的路面破了一个大坑。中国广州市11号沙河站的地铁施工区域，1号大约早起9点半，地面发生连续3摆的落落去，地数一台清洁车甲一台电动车落入去坑洞，有3个人受困。坑的深度有38公尺，落入去的车拢看袂到。当局无随电开救援，颠倒吊牌蓝马客车灌水泥屯坑，过了1天半，人还未救出来，互家属真气愤。塌陷首次发生之后，又出现了继续塌陷的情况。12月1号下午，因塌陷区已被水体覆盖，且有土体塌落，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困难。落入去的3人中，有一对来自湖南到广州工作的姓赵伯仔囝，伯仔囝家属提供现场的相片，表示伯仔囝2个人拄好落入去时阵，其实还阁看会到头。广州地铁讲，灌水泥是为了无要互落入去的面积继续扩大，加固遍布，使救援的工作会当顺利进行。截至12月2号凌晨1点30，经过前期的加固措施，塌陷区域的边坡已基本稳定。根据现场指挥部和专家组制定的救援方案，继续寻找被困人员。事故原因也伫咧调查，不少中国网友伫微博上质疑官方先灌水泥后救人，会当讲都是话题。时间过去这么久啊，调查内底的人存活机会真细。广州地铁表示，已经伫落落的区域安装更护挡，形成救援通道的方式，向下骹塢继续找找受困的人。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日前有风声讲，中州科技大学的机械工程硕士班有一寡毕业论文是伫咧写算命，甚至是夜市的议题，甲机械工程一点仔拢无关系。教育部也表示讲，确实有一款的情形，会搁再来开会讨论。若准来确定，会要求这个研究所对109学年开始停止招生。拍开解剖师论文网，看到命理甲地理对企业经营成效影响，也有生产制度相关研究。第一时间可能会联想到气管顶领域论文，也毋过继续看落去，才发现这拢是出自中华中州科技大学机械甲自动化工程学系。经过学者专家的一个初步的检视，确实是有高比例的不符合该研究所的教学目标跟核心能力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提私校咨询会来做讨论啊。
教育团体指出，这个是有争议的论文题目，像三难命理、生存制度、消防制度等面上全部拢有。不过自102学年开始，167位硕士毕业生的论文题目，有6成拢甲工程技术无关，其中也出现不少甲消防人员、国小教校等相关研究议题。教育部调查后确认，状况属实，目前传出规划这个研究所自109学年开始停招，会等事后自行会讨论，做出最后定案，同时也函请学校爱特别检视查核，并且报教育部了解。我们在第一个时间里面，我们就由校长组成3人小组了哈。对于有问题的论文，我们会进行审查，然后结果如何呢？我们会去配合教育部的作为来做好。那我们在第一个时间里面，我们就已经校内开完会，然后就主动提高，然后我们已经呈给教育部了。若讲因为论文严重偏题，无符合教学的专业，地区研究所被停招的状况将成为全台首例。未来要如何预防？教育部指出，会请学校教评会讨论应用措施，并且同行各学校，希望指导教授会当负起监督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日当了后的头一阵冷气团来啊，在今仔日北台湾是愈暗愈冷，台南以北加宜兰会出现11度的低温，其他所在可能干那14、15度尔。气象局表示，在今仔日暗时到明仔载透早，是这阵冷气团威力上较强的时阵。北台湾是愈暗愈冷，在今仔日日时平地上低温的所在是在桃园大溪，干那12.2度。今仔日暗时到明仔载透早，苗栗以北到宜兰的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11度的低温。明仔载拜日受到冷气团的影响，日时北部加东部的雨会较停，甚至还会出日头。不过千万唔通让日头偏去，也是爱切好烧。讲到即马婴仔出世了后，做爸母的拢嘛笑命命，为着囡仔的头壳型会当搁较水，拢嘛遮摄遐摄。伫咧台中有一个妈妈为着要即个囡仔要甲顾好水，也去做一顶会当改变头型的头盔，逐日互婴仔治，而且拢是治10多点钟。经过3礼拜，煞来生肥仔。医生表示讲，婴仔的皮肤较幼，无适合安尼治。若阵若较严重，可能会影响到脑部的发育。红孩仔幼咪咪的皮肤刷一点一点红红，规个头甲阿妈棍拢是，互干那4个月查甫红孩仔是真艰苦。为着要改正后生头型，妈妈特别注文这种改正头壳管的头盔，想袂到说引起皮肤病。他的头就有点又扁，然后又偏。本来也想说还好啦，可是后来又觉得越来越就是明显。妈妈讲，因为伊长期困高边，地叔讲后头壳甲正边有淡薄歪歪，所以伊才会定一顶改正头盔，逐工互后生治15至20点钟，时间是要到3礼拜。医师表示，红孩仔皮肤甲毛健康，也搁在发育，治头盔毋来影响流汗，若是皮肤变受严重的话，则更有可能引起白血症。皮肤上有小颗的小水泡，水泡破了都是一个细菌的进入的开口，所以说如果它发炎的位置在皮肤更深层的地方，血流丰富的地方，细菌可能就沿着血流进去到体内。医师表示，为着要囡仔的后壳会当较水咧，真侪人拢会定这种改正头盔，毋过有真侪拢是干那因为姿势的关系，毋是破病嘛袂去影响到发育。建议4个月以内红孩仔也是爱定定变化困的姿势，避免长时间困伫同一边，互压力伤过头集中。一直固定的一个大小，可是脑部还在长的情况下，尤其头6个月头围的增加速度非常快，那他故意的把它给圈诱住的时候，其实这头是不会长，没办法长的。医师表示，若准讲是较单纯的，因为姿势头型有问题，伫一岁进前拢会当透过姿势改正，受过头使用这种改正的头盔，可能去影响到脑的发育。若是真正想要注文这种物件，也是建议爱先互医师评估。记者综合报道。结婚的民众爱注意咯，高雄市对12月初1开始，上千间的连锁便利超商、咖啡店、素食店的顶下卡拢袂当食薰，若无就用罚款2000到1万块的罚金。头一天就掠到5件，不过也有民众讲，因唔知影这项规定就去用犯法。在台北地区是9月开始，台中甲桃园明年会开始施行，也请民众爱注意。虽然选到3个月，毋过在是伫超商的顶下卡，也是有人坐伫馆顶咧食薰。高雄市9月1号开始，全市1000多间的连锁便利商店、咖啡店，还有素食店的顶下卡以及屁人拢袂当食薰。选到期到顶个月底，第一天来稽查就有5个人违规。12月1号，也就是昨天，我们开始进行了一个稽查取缔的一个工作。昨天一共缤纷多路哈。
一共稽查了83家，然后取缔了5位个行为人。卫生局表示，只要现场有民众有点粉的事实，就要依法开罚2000到1万块以下。对此，有民众认同，有人认为可能倒伫食粉的人秘去看袂到的所在，无一定会当有效来降低的损害。较袂妨害到人无时候呢人迄个骑路咧行路的人，对吧？安尼是合理的啊。便利商店的骑楼就越来越少了啊，我们抽烟的人也很可怜啊，也不知道去哪里抽啊。他只可以尽量躲啊，不知道躲到哪里去啊。6都当中，除了高雄12月1号开始取缔，累计开罚5个人；台北甲新北则是伫9月1号就开始取缔。除了民众违规，嘛有发现业者因为提供着会当甲混用合适的器具互开发。台中甲桃园则是明日开始。台南目前是针对全市15个候车亭全面袂当食薰，敢要伫顶仔卡禁薰，阁爱来研究。记者王流田、柯正俊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听我说分明。日本福岛的核一厂发生核能灾害事故，明年也已经到了第9年啊。也因为技术的问题，要甲反应炉废掉时间一直是改来改去。伫咧初二，阁有第5摆修行，特别是甲燃料棒提出来，也阁有扬起的燃料棒，按算对2021年才会当开始来做，而且爱开10年的时间来处理。若是要正式甲这个反应炉废掉，可能爱20-30年后才有机会。2021年3月11日，受到东北大地震甲海中的影响，发生的福岛核电厂灾变事故。6个反应炉中1号到3号机炉身发生扬起的状况，因过事故后，连同同时正咧运转的4号机也拢伫事故后随停机运转，并且过当年2012年4月19日永久停机。至于事故当时正咧检修的5号甲6号机，是到2014年1月31日永久停机。将近9年来，除了3部故事传出放射性污水外流，以及东京电力公司面对各种赔偿的诉讼，日本政府也几摆召开专家会议，研究福岛核一厂废炉的时间甲停时。日本媒体报道指出，废炉过程中上大困難，都是如何提出陽気的核燃料殘骸。廃炉の中で一番注意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は放射性廃棄物の飛散という問題なので、飛散させない工法なりその仕組みというものを作り上げることがまず第一の、技術的な課題ですね。另外，提出核燃料残骸的前提作业，将由机器人先进伫反应炉采集样本。2号的专家会议决定，为了慎重，伫派遣机器人进前，爱先制作模拟现场的模型，互操作人员更加熟悉机器人伫反应炉内的运作。所以正式的作业时间为2021年开始，这也是废炉相关时间表第5版修正。整个核燃料棒移除的工作，预计伫2031年告一段落。后续的废炉相关作业将看情况伫2041年到2051年完成。也就是讲，自福岛核能灾变到核一厂完成废炉，用的时间长到30至40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要看这条，有影是好心无好报。英国的伦敦桥伫顶个月29发生犯人假释出国，结果乱杀人的事件。洪台市的2名死者拢是剑桥大学的毕业学生，因迄当时伫咧甲学校的经成人计划5周年纪念活动斗3天。发生这个命案了后，英国首相强森表示讲会甲罪行判较重咧，不过死者的家属却有无同款的意见。25岁杰克梅里特甲23岁沙基亚琼斯2个人拢是拄剑桥大学毕业的。11月29当天，2个人伫伦敦桥北边的希奇大厅所举办的经成人活动内底斗3天，想要到伫现场去互28岁巴基斯坦的乌斯曼卡恩亚多亚杀死。经过命案地点的南华克主教堂，找伊伫咧礼拜仪式内底，特别为这件代志的罹难者来祈祷。梅里特厝内的人用生命对数，因心肝内真巧，心肝真善良，永远甲弱势人徛做伙的后生。代志发生了后，朝野两党为着向温存恐怖分子假释的代志来冤袂离。首相强生阁表示讲，伊会执行更较严厉的刑罚。梅里特的家属特别伫声明内底指出，因知影杰克绝对无想要看到这件代志，叫政府摕来用做执行更较严厉的刑罚，或者是甲犯人关更较久的借口。恐怖团体 ISIS 30讲，伦敦桥的攻击事件是因的战术所为，目的是要保护捌对因出兵的国家。身躯穿假自杀炸弹架的坎恩，去互赶来现场的警员开枪抬死进前，有6个伫路边的人伫短短2分钟以内做伙甲伊压伫涂骹。伦敦市长卡恩找伊阁表扬因的路见不平。We saw yesterday was ordinary citizens, including Londoners who are of Polish origin.
He's a Londoner who acted in an extraordinary way, and I'm really proud. 英国广播公司 BBC 30放送坎恩2008年大所在去互反恐警察所查了后，接受 BBC 节目专访的内容。I've been born and bred in England, in Stoke-on-Trent and Coatbridge, and the older community knows me. And they will know, if you ask them, they will know, like these labels what they're putting on, like terrorist, this, that. They will know, I know terrorist. 英国维安单位迄当阵感谢到凯恩甲伊的共伴，讨论讲要安怎照盖达做一个手册来做炸药，要来炸伦敦证交所。警方伫2010年抓到迄当阵才19岁凯恩，2012年去互判上少8年的有期徒刑，而且佮加一项弹书，规定讲伊的家属必须要经过家属咨询委员会评估伊出家了后，敢是会对大众造成危险。啊，毋过凯恩2018年12月份得到家属的时阵，并无经过这关。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资讯科技部门宣布讲，对12月初一开始，若是伫咧中国的实体通路办新的手机门号，办的人就要留人面辨识的资料做登记。外界也认为讲，这是中国伫咧加强对网络的管制。对准镜头不到2秒就完成支付甲通关这功能，人面辨识科技带来方便，同时也暗藏监控稳休。中国资讯科技部门表示，伫当地实体通路新办新的手机门号，会强制扫描用户人面辨识资料做登记，这规定已经伫初一正式生效。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embraced facial recognition more than almost anywhere else on Earth. It's prevalent in police systems, which use live facial recognition, and it's also prevalent in the private sector. So there are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stores where you can actually pay with your face, and it's become very popular for commercial and for security reasons. 进前伫中国办手机合约时，都爱提身份证甲翕相，随着面部辨识伫中国愈来愈普遍。如今新办手机也爱扫描面部，验证用户真实身份，被认为是北京政府加强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控制。Although I have heard of some netizens raising concerns, due to the obvious privacy risk there, but given that it's a government initiative and it's not just a private company, I highly doubt that, a significant. I don't think the regular citizens will have much of a say into how this is implemented or rolled out. 另外，根据金融时报指出，中国科技公司，比如中兴通讯甲中国电信等，拢向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提出新的技术标准，好亲像是要伫开发中国家透过一带一路计划摕到市场优势。记者综合报道。去年日本关西机场事件所引起的假消息风波，害到台湾驻台办办事处处长苏启臣自杀身亡。检警也查到讲，当时替组织代表谢中庭伫网络背后口座，是来自卡神杨惠如的网络 IP， 认定杨惠如甲承认伫咧网络发布奖射出的查甫人是共犯。北检在今仔日也依照武力公诉定罪，该2个人起诉。去年燕子洪台侵袭关西机场，引起假消息风波。当时有网友伫 PTT 论坛以 IDCC 小号跳出来替驻地代表谢中庭辩解，并且将目标指向大阪办事处。无偌久就发生苏启臣自杀事件。今嘛检方查出 IDCC 是来自杨惠如的 IP， 认定杨惠如甲承庭发文的射出查甫人是共犯，北京立后以武力公诉定罪起诉2人。杨姓被告等2人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涉犯刑法第140条侮辱公务员及侮辱公署罪嫌，经检察官提起公诉。检方也查出杨惠如组织网军伫赖群组甲社群媒体发文带风向，每个月发放每人1万薪水。对苏启臣案佫引起关注，外交部讲尊重司法，也毋过南委认为驻地代表谢中庭需要向外界清楚交代。刘伟讲政治了不应该打到司法断定。王惠如已经正式的被起诉，谢长廷也应该直接对外有一个更完整的交代跟说明。立法委员应该知道什么才是法律的界限，不要去用政治力去踩到司法的线上。5月23日，就苏启臣纠正外交部的调查报告，特别公告 IDCC 小号的当时发文，写甲谢中庭根本就管未到大阪办事处的部分内容。甲谢中庭事后受访法院按讲法真讲，有必要调查谢中庭甲 IDCC 的小号敢有关联。立法院只要有通知，我都会回去报告。我们尊重制度。那监察院的调查，外交部跟我也很配合。
家中电话回应家己拢真配合调查，即马关西机场假消息案，搁引起议论。家中庭近日敢是会回台，还是透过其他的方式公开说明，真受到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去年的9合1选举，南投检方向7名贿选的民意代表加县议员提出当选无效的诉讼。在今仔日，高德山的镇民代表蔡明芳，和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驳回上诉，判决是当选无效确定，也正做县内第5名，被判当选无效的民意代表。总部内底拍锣弄鼓，地方人士拢来到闹热。这是南投德山镇民代表蔡明芳竞选总部成立的闹热画面。当选到今才一档尔，就传出讲去互判当选无效确定。蔡明芳本人是大声话讲真冤枉。我没有做的事情，为什么把它判成这样子？怎么说？根本他们的事情我根本都不知道，不是我去跟他们买票的啊。原本竞选总部大门关掉咧，消息传转去伊的故乡德山，当地村民讲真正是无法度相信，认为讲伊甲贿选无关系。当地村民表示，蔡明芳捌做过2届里长，对当地代志真熟悉，嘛相信讲即届要选镇民代表是真竞争。确定来讲，住在后门啊，系啊，民芳做人袂歹啊，安尼认真啦。竞争对，系安怎讲？共争的就有。搁一个做足久的，搁一个是伫车店啊吼，搁一个。就是因为去年9合1选举的选情真竞争，同时讲蔡明芳因某的阿舅分做2届，向4个选民用1000块的现金来贿选。南投地检署表示，虽然无直接的证据证明讲蔡明芳嘛涉案，毋过涉嫌贿选的4州的查甫人嘛，伫选举的过程当中参加辅选，2个人的关系嘛真亲，安尼就已经构成违反选罢法的规定。民事当选无效之诉，能够说服法院认为说这个案件跟这个候选人是有重要密切的连结候选人还是会有受益的情形的话，他还是可以判当选无效。这个案件是南投地检署针对去年9合1大选，这个涉嫌贿选的乡镇市民代表甲县议员提出当选无效的上诉，包括民间乡代表王燕珠、南投市市民代表石兴国、中寮乡代表蔡招娣、县议员曾文彬，还有德山镇民代表蔡明芳。虽往上诉去台中高分院，毋过法官认定规过程蔡明芳拢知影，变做南投县内底当选无效的第5个人。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香港反送中示威影响，香港有的大学是宣布提早结束学期。台湾这边大学也开放用专案访问生的方式，让学生来台湾读册。目前有489位学生申请来台大，也已经有36位台湾学生，加21位境外学生报到。台大校长管中斌也呼吁外界，给因调适的空间。我们也担心一些学生，他可能并不了解情况。他接受采访以后，他不小心讲出来一些什么话，变成他将来回到香港中间，他自己会有一些对他产生一些麻烦。再三呼吁外界来台第期就读的在港学生一点空间唔通搅搅性。台大校长管中敏亲自说明，目前已经有36位台湾学生，21位境外，包括刚1月专案访问生报到就读，总计有489位在港学生申请来台大，就讲学生超过40%就读管理学院。外界烦恼敢是占用原本学生的学习资源，对此台大有配套措施。我们都是以他们自己原来的系所的课程为主。旁听需要老师的同意，只要老师同意，这些应该都没有问题。台大预计在港学生会有85%的报到率，249位台生应该会全数报到。关中辉表示，当初也有接到陆生申请来台，挨到大陆学生来台证明无到会符合法，所以全数无到来台。对在港学生会教课公听，学生都光看台。我个人是觉得还好，但是我觉得有些人还是会担心。对，就是对于他们这样局势的话，我觉得就是给他们就是一个学习空间是好事。那以全台大的人数来说，如果大部分能够分散的话，其实对于现有的资源不会有太大影响。我们也会持续跟学校协调，包含心辅中心等等的辅导资源。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了后，除了陆续有香港学生申请来台第期就读，香港人申请来台居留的人数也增加。今年10月底，申请来台居留4633人，许可4352人；申请定居1231人，许可1189人。申请人数升涨2成。不过，立委质疑中国敢是利用投资600万的方式就钱拨到香港，借此渗透来台。如果它是采用投资的部分，那经济部投审会审查通过了，它后续的营运的部分，经济部还有一个管控的机制。但总敢强调，
香港局势变化大，内政部将甲陆委会共同研商，针对香港人移民来台做出相关的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反送中事件加美中部一战全球性经济不稳定的影响，香港财政司长张茂波伫立法会说明讲，香港政府会伫今年4月到明年3月财政年度出现红字，是15年来头摆出现的。另外，日前美国总统 Trump 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了后，中国也开始出手反制，宣布讲对今日开始暂停美国军舰军机去到香港休整的申请。中昼时间，真侪人伫长沙湾广场乃至到顶地一直发口号。香港网络民众继续伫各区发起家己人权行动，也有一批防暴警察伫边戒备。也有公共业代表发起罢工集会，现场数百人，有不少人上台发言，希望政府应赶紧回应民间的5大诉求。反送中示威灭亡半年，同款的街路示威，加速香港的家常便饭。内部冲突，国家相比中部的战争，国际经济环境无稳定者影响，港府有期本年度财政会出现红字。經濟環境唔好，稅收同埋賣地收入減少，加上年中加推咗舒緩措施，估計截至明年3月31日的財政年度，特區政府會出現赤字。係15年以嚟嘅首次。財政司也指出，最近去香港的旅客人數也是落真濟，10月6個幅度超過40%，有51月數據佫較歹。對各行業的影響中，餐飲業的失業率衝到6.1%。面對香港局勢，伫美國總統川普簽署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了後，隨即中國當局宣布上新的反制措施。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也重申，爱美国纠正错误，停止插手香港事务，感谢中国内政，会依据刑事法典采取进一步必要行为，决定保卫国家主权。为什么会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制裁？中方表示，有大量事实甲证据表明，这组织利用各种方式来支持反中乱港分子，唆使因做极端暴力的犯罪行为，所以这组织应该被制裁。记者综合报道。美中贸易战是战未煞，搁再加上中国经济开始变歹，国内的金融业者也开始动点向中国投资，包括着富邦金、国泰金加中信金这3大间，在今年前3季回去中国的投资金额全部拢是0。学者认为讲，若准中国发展经济慢慢伫咧变慢，会影响到附近亚洲国家加欧洲的经济发展，也互美国的经济变更较赢面。美中贸易战已经开战1年多，引起全世界经济出现衰退记录，再加上中国的经济嘛开始变歹，国内金融业者西进嘛对立降温，包括富邦金、国泰金，还有中信金等等西进的投资前3大咖，今年前3季回去中国的投资金额拢是0。中国的呢，就是说相关的，不管是在就是说地方性的银行，或者是说公司那美元债券到期的问题，必须要借新还旧。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是说，那所的产生的影响跟规模仍然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其实，伫咧美中贸易战的效应，资金板块刷震荡，嘛，互国人伫咧新南向国家的利润今年开始超过中国。干那顶半年，国人对新南向国家的利润都有66.4亿，变做历史上同期上悬的，嘛第一届超过美国。新南向变做国人海外得到利润的第2大市场。学者嘛分析，若是中国的经济变歹，会去影响到4科维亚亚洲国家，还有欧洲的经济发展。韩国企业伫咧海外布局，也是产业供应链就会重新分配，而且对5G开始伫咧各国商转，预计明年有机会带动5G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来提升半导体甲电子连组件的需求，对台湾电子股的业绩有帮助。还是聚焦在电子股里面的5G 相关的这个上中下游的产业，包括明年这个智慧型手机里面的5G iPhone 这一块，那么也会有新款出来，所以电子股我们大概是聚焦这个方向。
分析师认为，若是甲亚洲输销量的南韩、香港、新加坡比起来，今年甲明年两档台湾的经济表现相对就较好。其中，伫咧台商回流啊，个外资机票型科技大厂扩大对台投资的带动之下，会当提升明年的台湾的经济动力，对台湾的产业升级会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这几年，国内有真侪间航空公司成立，亲像星宇航空，按算在明年正月就要来开始飞咯。另外，阁有飞盛航空甲准阳航空也得到设立的许可。有学者表示讲，这几间新的航空公司拢要服务较商务型的人客，伊甲市场放伫咧较关键的。新的飞机雏形通过水条，10月底星宇航空的董事长亲自载新的飞机来台湾，预计明年1月份会开始飞。目前有11条航线飞去日本、泰国、越南等等。今年初，另外一间丁达航空嘛摕到营业的许可。民航局表示，今年还阁有2间商务航空，飞盛航空甲准阳航空嘛摕到交通部的核准，通过丢式许可。那今年又有2家的普通业，但是它是预计要经营商务专机的，经交通部核准筹设，然后接下来就会来跟民航局申请新航空公司设立的5阶段程序。民航局表示，商务专机替19个人以下的私人商务飞机，甲专机托管服务，主要服务高端的客群。金牛力这集团创办人黄商人成立的飞盛航空，资本也是2亿。也阁有准阳航空同款是商务专机，这2间商务航空摕到交通部的丢式许可。另外，丁达航空是金华航董事长赵国税丢式，资本也是3亿。台湾的企业主在海外的商务的需求这几年是提高了航线的本身或者是起飞的时间都可以配合顾客的需求。航空学者指出，商务专机速密性悬，航线机动弹性。分析这几年来，台湾企业主海外商务需求愈来愈多，带动商业航空的市场。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明年要使用无人机的证照要施行啊，劳动力发展署分家男分署也在明年正月要办理无人机操作课程，而且这个学费政府阁补助7成，反应有够热，有影是万来的抢报啊！拿出来。伫积分班老师的指导之下，对做空拍机一直到听老师解说机器的构造，学员拢真认真在听。上尾阁实际操作，头一遍家己试飞，嘛互成员拢真欢喜。第一次玩电动，打电动玩这个感觉，还蛮有趣的。如何来操控无人机，还有一些基本的构图啊，还有拍摄完毕之后的一个后置作业。为着因应明年3月31开始，操作无人机要有证照才会当就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家男分署特别开办授课，明年1月开始，规划开办3期遥控无人机实务在职班，每期会招收16个人，而且会辅导学员来考证照。预计明年度要开3期的这个遥控无人机实务班，也要辅导学员能够考取证照。分家男分署表示，分署有准备4台无人机，会提供予学生练习组合甲实体操作。介绍的部分一般伫外口上课24点钟到32点钟，收费是5000到15000，但是由分家男分署开办，政府会补助7成，民众敢若需要负担2000块左右就会使啊。头一期的课程预计要招收16个人，目前已经剩63个人来报名。分家男分署讲，课程除了会教无人机的操作甲技术以外，嘛会培养摄影美学甲影片剪辑的能力，互上课的民众学到需要的知识甲技术。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顶个月，有一只狗拖囝对金门送到台北市立动物园收容救治，用着专家的耐心照顾，也互狗拖囝学长恁，也学安怎食鱼啊、甲受水。毋过，敢会当野放咧，可能阁爱评估。伫咧半个月前，这只细只后鸭水豚敢若想要食奶，即马头前起孵出来啊，开始学捕物件，食鱼片食甲真欢喜。顶个月13，这只水豚囝伫金门一个停车场家己伫行动，动作看起来真慢。有人通报了后，过长工送来台北市立动物园，除了捌煮抗生素来治疗流鼻水，即马健康状况真好，开始学习生活技能。人工哺育的话，就是保育员要教他，当他代理妈妈。保育员准备较浅的桶仔来，互伊学输水。水拖行入去了后，完全唔惊水，算甲真欢喜。
兽医研判，进前妈妈一进门可能已经来加过啊，毋过抑阁无啥会晓进开。受水了后，保育员的毛风水拖妈妈替伊甲身躯切好打。为着要降低人为的影响，保育员入去人内底有人数的管制，嘛要做好防疫，未来考虑互伊转去大自然。如果说它的野外的环境状况很好的话，那对于这个物种的整体族群的保育是正向的帮助的话，野放当然是一个选项。生活机能是敢会当野放的关键之一。园方嘛有准备塑胶水管，模拟原本住的所在的水下通道，和水獭行来熟悉环境。花花水獭甲台湾乌熊，还佫有山鸟同款，拢是一级保育类的野生动物，绝对洁净。目前敢若伫金门才有，园方虽望希望会当野放，毋过嘛烦恼原本的栖地感受适合，表示讲佫需要评估。记者综合报道。高厝港的湿地因为溪流的出海口拢积沙，害着鸟仔的生态地变少。伫咧年初也启动湿地生态保育工程了后，有民众发现讲有上千只的酒鸟仔拢飞轮到遮，也发现讲生态保育真成功。规定的野鸟伫天顶伫飞，乌白鸟还佫有东方金眼伫咧湿地找物件食，还佫有八部真罕尼快，喙仔翘翘的翘喙仔嘛来啊！总共成千只的水鸟返来高厝港，就那就是返去10多年前真热烈的状况，嘛，互野鸟学会的人，还佫有爱鸟的人，拢感觉真欢喜。目前许多港最多的水鸟是以黑腹滨鹬数量为最高，其次是三趾鹬、红胸滨鹬，还有东方环颈鸻，那它们都成群的飞翔，非常的壮观。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看是不是有招潮线会在这边慢慢的滋生，就会吸引更多种类的水鸟。桃园市野鸟学会指出，过去因为老家溪的积碳、河口绿化真严重，水鸟的栖地减少。毋过今年初市府启动湿地生态保育营造工程，甲非法占用的鱼蚊仔收回去，嘛甲绿化的土坝囤回去鱼蚊仔，成功增加岛鸟栖息的环境。以自然的工法，让整个水鸟的环境能够做好。首先呢，把老街溪出海口的淤泥能够做整体的移除，移除到我们目前收回到渔堰里面做回填。那利用蛙田平衡，让整个湿地的面积因此增加了20公顷。野鸟学会表示，高厝港是东亚澳水鸟一定爱经过的所在，嘛是因伫咧半路的休困站。即马10多年前无去的野鸟一批一批转来啊。嘛，向各地介意鸟的人来遮翕相，毋过嘛烦恼讲会去影响到鸟类栖息，呼吁毋通离因伤远。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有一位体育老师张浩谦，因为自细汉就爱食鸡仔年，也惊讲这个鸡仔年有农药，所以决定家己要来种。伊用离土栽培加生态循环的方式，伫菜芽内面饲鸡，互鸡去食虫。这款友善土地政策也种出家己的好名声。鸡仔伫咧菜园行大，看到鸡仔年顶悬的虫，就紧甲食掉。张浩谦用生态循环的方式，无喷农药，种出来的鸡仔年，逐条拢嘛天然。农药残留，所以我选择自己种，而且不喷农药。这只是就像这个是缠到自己叶子，东西我不怕你来啊，我就是没有喷药，你随时来都可以。张浩谦自本是在做体育老师，因为平常时就爱食鸡仔年，不过烦恼有农药残留，怎开始家己种，认真研究适合鸡仔年的成长环境，就是希望会使种出无毒而且对环境友善的鸡仔年。做离地栽培的时候，就是第一个要不是种在地上嘛，它离地大概有几公分，大概十几20公分，然后土用进口的泥炭土。这样啊，滴水的话就用那个以色列那种滴灌技术下去滴，所以市面上很少人这样做。张浩谦无做教练，不过创一个张教练鸡仔年的品牌，以小农的身份重新敲出家己的路，要继续以健康无毒的农业学习和环境共存。记者综合报道。在台湾伫咧饲灵牛的乐农大约有500多户，不过专门伫咧照顾灵牛的医生敢若20多个，其中也有一位医生姜建家，除了伫咧照顾牛的健康以外，也替乐农找出路。咱也做伙来熟悉这位真特别的兽医师。这个左黄体2.5，这可以打 PG 哈。详细体牛仔检查身体状况，啊，甲1礼拜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拢是伫牧场内顾牛仔。你台湾吼，牛仔的兽医无济啦，所以变做阮一个兽医吼，爱走过来牧场。啊，所以对我来讲，我即马差不多有20-30个牧场是固定爱去的。
啊，去这幕场检查吼，大部分是有分组讲固定时间检查，啊，甲临时状况的处理啦。对牛的胃口、体温，甚至透过牛屎，拢会当知影牛的健康状况。食的量降低，吼，这是第一个同重要。啊，所以阮就会度伊的体温，吼，啊，看伊的体温是伤悬伤低，啊，牛仔的体温比人小可较悬。逐工的健康检查时间结束，就是阿甲甲乐龙交流的时间。透过开讲，知影乐龙拄到的问题甲困难伫倒位。甲伊本来就我牧场内底的兽医啊，所以实在真久啊。伊伫这个过程当中，伊把讲到伊想要帮阮解决肾以内的问题，当中是会感觉讲敢有可能是一种怀疑的态度。到尾来的时阵，看到伊真认真咧做，行动力也真强，做来到即摆的时阵，就是我感觉真快乐啦。伊予阮的感觉就是这个人足值得信任的。市面上已经有袂少卖牛奶的公司甲品牌，不过阿甲行入牧场听乐龙心声，这就是因甲别人无共款的所在。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在美国防苦毒的排湾族人何晓峰，经过台美双方合作，在7天前，予伊顺利返来到台湾，甲伊亲人团圆。离开困境的伊，去年搁伫美国出版2本册，讲到伊家己是安怎甲自由找回来的。今年伊也要准备伫台湾出华语版的路。42岁何晓峰是排湾族人，伊拍开去年伫美国出版的册《我的名字也叫自由》，收录伊上港的相片。底上有蝴蝶结的女鞋，还佫有登去台湾看老爸梦恒甲天地要讲的围攻。伊讲这也是伊出版册的动力，因为每一个人心中毋是只有黑暗，还佫有较侪光明。像所有的苦的人都是有的，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我已经很 lucky 了。何晓峰因为自细汉家庭经济状况无好，7岁时被别人收养，被带到美国，却被受到家奴共款的逮捕。7年前，美国媒体报道伊的经历后，台美双方合作帮助伊顺利返台当逮捕，甲厝内底人团圆。伊讲安尼人生经历，就亲像伊自细汉无爱食苦瓜，被逼咧食，毋过后来煞是甘甜的。伊目前伫美国做脱离中心的工作，即摆伊返台湾，希望分享伊出版2本有关自由的册，鼓励大家爱勇敢找找家己内心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你要 open 你的 door，open your mind。那所有来外界的人可以帮助你。何晓峰讲，这2本册已经有台湾出版社准备为伊出版中文版。正式出版的时阵，伊会过返台湾，甲大家分享伊行出坎坷人生的生命经验。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让政府甲民间了解光线甲建筑物之间的重要性，有基金会举办着台湾光环境奖的比赛，鼓励利用光来展现建筑物甲环境的关系。台湾光环境奖进入第2届，今年参加的作品来自全台各地，总共有10件作品进入候选阶段。担任评审团主席的灯光设计大师周连指出，光的设计其实就是用文化加艺术的概念，创造安全的光的环境。就怎么样用光把我们的生活品质提高，怎么样能够感受到这个人文文化跟厚度，我们在台湾生活里面跟台湾的自然界的光影是什么关系？强调光甲自然环境的结合，这次一位得奖的作品，高雄市立美术馆的空间重新设计，以及2018年台中回埔如子馆，这2项作品伫设计概念，拢甲当地自然环境有真深的结合。然后作为一个新形态美术馆的这样的一个自我期许，能够在这里获得这个奖项，我觉得都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另外，由台湾星空守护联盟、南投管府加民间团体共同合作的合欢山国际暗空公园，推动减光行动，保护星空，嘛得到评审团特别奖。台湾的星空一直在那边，只是呢，我们在城市的灯光，一些不管是路灯、招牌灯，这些漫射到天上的这些光的掩蔽之下，它的璀璨光华不见了。那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把它的光，把这些污染到它的这些灯光呢，把它给遮蔽下来。
生活中的光污染对环境甲个人身心的影响，已经是现代社会中的环保甲健康问题。台湾光环境奖虽然才进入第2届，但是嘛开始对参加的作品当中感受到台湾光环境营造的变化，嘛期待未来会当创造更较侪实在优质的健康光的环境。记者杨淑晴、林凤明采访报道。接下来要来提示咱民众明仔天气，明仔载苗栗以北甲宜兰可能会降到11度以下，冷风4水准就要穿好小较热裙。来看气象预报上界准。北部地区对13度到21度。中部地区对13度到25度。南部地区对14度到26度，东部地区对13度到2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1度。新闻最后也带您来到墨西哥看沙漠厨房的比赛，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